来关心，昨昏9点外，伫咧台东的天顶是熊熊出现一撮光，那像速度足慢的流星同款，落尾还佫有出现亲像爆炸同款的火光。咱国防部证实，这是中国发射的火箭，不过关岛伫咧大气层以外，对咱台湾是无危害。 伫台东的天顶看到一道光对天顶飞过，还佫拖着长长的尾流，敢若流星同款。毋过详细看，这个光点突然间扩大，就敢若是爆炸同款。所以红色的火球慢慢地落来。伫11月暗时9点25分左右，东部的海华风景管理处设伫咧海边的3支即时影像监视器，翕到这挂画面。好像一个很慢很慢的一个火流星下来，然后大概中间会有3到4次的爆炸影像。那爆炸的时候，它还在我们的海面上有一个倒影。 对照时间点，伫11月9点14分，中共的长征3号载运火箭伫四川的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。国防部表示，有严密的掌握应处，火箭伫咧飞过台湾中部向西太平洋方向，关岛是伫咧大气层以外，对台湾并无危害。 桃园天文台伫咧9点外，也观测到光点飞过天顶。专家分析，应该是火箭伫咧飞时阵所排出来的废气加水分形成长长的亮光大，再加上残体分解，并不是爆炸。大概在海拔80公里到140公里这个区间呢，就是我们所谓的离子带的部分哦，它的气体很容易被游离，所以这个时候一旦被受到这个水蒸气的激发以后，它就会发光。对方毋若是发射火箭，国防部也佫侦测到17台次的强机、11台次的强舰伫台海周边活动。 其中14台次强机是飞过海峡中线，但是中共伫咧最近并无宣布演习的资讯，所出动比普通时加1倍强舰。再加上中共伫8月初的是建军节，学者分析对方是想要表达政治性的意涵。也许这个因为8·1这个建军节嘛，那他这个有些他政治上面的意味，所以他也许特别的这个多派一些船舰出来。那或许他本来有些其他的演训活动，他就顺便让他这个执行一下这个绕台的这样子的任务，也说不定。 学者表示，共军可能也是要同时应对美方伫咧南海加台海行动，一个加拿大军舰伫7月30日通过台海，表达宣示意味正高。记者综合报道。